8月的老師吳桂枝在中國的網絡節目講，台灣人若承認是中國人，就會去平壤免開錢買武器。這款的講法，和中共加做影片去做宣傳。那教育部是正規，老師愛有專業嘅本分，避免加做政治宣傳的工具。我自己主張零軍購，台灣人就是中國人。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，其實和平就來了。那我們是不是1毛錢軍費也不用花？講話和中共官方媒體下新媒體做對影片，拜魯老師吳桂枝進前接受網絡節目專訪，講到立法院783度通過7800億軍購條例所發聲支持軍購規定，由委會呼籲拜魯妥善處理老師個配合中共宣傳的行為，行政已經對平台愛教育單位溝通了解。它所影響的是很多的學生。很多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，學生之間會造成不同的意見，在校園教室裡面去做爭論，這個都不適當。所以老師這麼強烈的政治立場的表態，我個人認為不宜。我想老師應該本於專業這個謹守分際。教育部表示，用教育行政中立做核心原則，和地方政府加強宣導，高度好好落實教師法，避免不當的行政宣傳。拜魯強調，俄羅斯密切接受中國官媒採訪，按國民進黨體會高需要質疑伊言論，真緊校對華宣傳加做一條兩團布鏈，親像幫助中共對台灣的統戰。預算不是已經定案了嗎？我連表達一點事後的想法都不可以嗎？你霸凌不同意見的人，這算什麼？這是台灣的驕傲的民主自由嗎？不可能在課堂提，他們也不用聯想太多，要入人於罪。如果說這樣子要算在地協力者，那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就真的就請政府頒布戒嚴令好了，大家不准說話。伊強調，這部評論和對話提起加做影片，無奈一人，無需要就安尼無限上綱。南亞立委阿明開表示，國民黨支持合理國防預算，一定捍衛中華民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